就係稍後時間會處理啦。K 小姐咧，我哋係首唔先要講下先喎。一定要講先啦。K 小姐咁啊，大家知道 K 小姐嘅事件咧，而家發展成點啊？知唔知啊？有個紙絲帶行動啦嚇，大家快啲上去 Facebook 個紙絲帶行動嗰度咧，就係嗰個 group 嗰度咧就，我知道毓民都有帶紙絲帶嘅上個禮拜嚇。咁啊，毓民帶完之後咧，呢個紙絲帶行動咧就有好多朋友咧加入咗㗎。咁啊，希望大家係即係繼續係關注紙絲帶同埋 K 小姐呢個被強姦喺台灣被強姦，點知翻到嚟咧佢係教會中人嚟㗎嚇，向教會嘅即係牧師去求助。而家教會啲牧師好膠啊，係嘛？林以樂呢排又大家知啦，紅遍呢一個嘅即係省港澳啦，係啊，又再嚟啦，又再嚟啦。咁啊，而阿 K 小姐面對呢個牧者咧，就係阿陳世強律師嚇，佢嘅教牧啊，佢教會嘅長輩。咁就即係詳細唔講啦，大家跟翻就得啦。咁啊，最近我哋就寫咗一隻歌，唔係我哋寫嘅隻歌，隻歌係我哋二次創作咗嘅一隻歌，即係佢原本有個原曲嘅，就叫做孩子心曲。我哋就將首原曲咧就改咗一啲，填咗一啲新嘅歌詞，就希望有一個嘅我驚到講錯喎，有冇人同我講啊？呢一度嚇，我驚我會講多咗喎。你講下先。哇！即係告我喎，大佬，你知陳世強律師嚟嘅喎，而家好驚啊，大哥。聽歌先，咁咪聽歌用。係咯，有咩關係啊？咁不如聽嗰首歌先啦，睇咗先，聽嗰首歌先啦，係。情同父子這一對，快樂人的福音，傳遞正相交勾結，教牧埋堆親近你。爸爸與孩子返去台灣，接受那公開聆訊。爸爸與孩子返去台灣，兩父子都要真心自從，何解父子本一對，欠落人家解釋，明明理虧卻死撐，隔離妹妹都鬧你。爸爸帶孩子返去台灣，接受那公開聆訊。爸爸帶孩子返去台灣，不願你每日擔驚受嚇。塵世人間可有公理，還是其實謊話連篇？塵世人間可有真相？我哋全部敲散晒埋。同樂父子這一對，睇落成家歸宿，全部樣衰兼口臭，要叫媽媽保護你。爸爸踢孩子返去台灣，接受那公開聆訊。爸爸踢孩子返去台灣，盼望你每日真心改過。爸爸踢孩子返去台灣，接受那公開聆訊。爸爸踢孩子返去台灣，盼望你每日真心改過。我願見有日彰顯天理。基督路小教會啊，天外有天同人，咁就係希望咧就陳世 X 同埋 Y 啟文咧就可以被引導翻去台灣接受。點解係 Y 啟文唔係 X 啟文咧？係陳世 Y，都係陳世 Y 同 X 啟文。係啦，又搞唔清楚啲名，我成日撈到亂晒，好易出事啊！係啦，嗱，聽日咧我哋有一個行動啊，呢個紙絲帶啊嚇，咁而家似乎咧對方係冷處理啊，我哋覺得其實已經有好多嘅即係文係出咗去時代論壇啦、基督教嘅即係刊物啦，亦都係有一班人咧就上咗去阿陳世強嗰個律師嗰呢個報導晒出嚟㗎啦，係啫，有發生上去陳世強律師嗰個律師樓嗰度抗議，頭先都睇到蒙住隻眼嗰扎人啦，咁似乎而家對方係冷處理緊啊！
梗係懶處理啦，佢點可能回應啊？唔理你，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寫歌啊，又成咧，咁就將行動升級啦，要。就指絲帶嘅群組咧，都係睇到不斷咁問，已經有啲咩可以表達咧，可以表示到對 K 小姐嗰個嘅支持咧。係。但係咁聽日咧就我哋會有一個行動嘅。咁聽日6點鐘咧就會喺旺角嘅行人專用區個位置，大約咧就係咧西洋菜南街啦，同埋山東街交界個位。咁我哋就會擺一個站喺度咧，就派指絲帶啦。就係荷里活商業中心嗰度啦。係啦，嗰度附近啦。係啦，嗰度附近啦。如果揾唔到，總之係嗰度成條街，即係睇下我哋會喺邊個位置。到6點鐘至到咧8點半，所以放咗工嚟咧都仲得嘅。都仲得嘅，咁就嚟幫手派指絲帶啦。咁我拎翻條指絲帶啦，拎翻條指絲帶啦。我同阿路小教會堂主任阿 David 咧就會喺度講古嘅。講咩股啊？譬如講下嗱，呢位咧就係 K 小姐啦，通常黑影嚟㗎啦，梗係當然係。當然啦，一週刊嗰啲啦。呢位就 K 小姐，呢位就 X 先生啦，佢就強姦呢位 K 小姐喺台灣。咁咧就呢一位就係 Y 牧者咁樣，即係頭先都出咗㗎嗰啲。咁呢啲其實聽翻之前幾集《天外有天》都大約知道咩事㗎咯。咁仲有咩特別？係啦，咁啊繼續喺度講呢啲嘢㗎嚇，就繼續講古，OK，派指絲帶，同埋唱頭先嗰首歌，大家要唱熟佢啦，今晚黑嚇。有好多人街外面都未知，未知呢件事㗎，大家盡量推高佢，希望多啲熱血信徒出嚟，同我哋一齊去參與呢一個 K 小姐呢一件事嚇。咁就除咗聽日有行動之外咧，我哋禮拜日都會有一個行動。禮拜日都有。因為講下禮拜日嗰個行動啦，要。嗱，禮拜日就點樣咧？嗱，禮拜日咧呢一個嘅即係國際傳備國際傳備福音商人團契，咁啊25週年。陳世強嗰個嘅機構啊，佢做總監嘅機構啊，25週年人氣就喺香港咧就開一個國際會議，巴閉啊呢啲係嘛？咁啊我哋有啲咩？地點咧就喺灣仔會展。咁我哋所以咧我哋就會6點鐘咧就去到灣仔會展呢個位置嗰度嘅。喂，而家講埋出嚟，怕唔怕佢揾啲食 Q 去咩打我哋？好似馬時亨咁樣打我哋咯。咁都係一個表達嘅啫。你講你認佢啊？你講咩？我係一個表達，你佢係一個表達。我哋佢打你係一個，我哋被打，我哋被打又係一個表達，好多我覺得。啊，唐主任真係好圓啊，好妙啊，好妙啊！唔使太擔心嘅，我覺得佢吸取咗拳頭禱告日之後，應該都唔夠膽咁做嘅。如果想參與呢一個，我哋會喺佢哋嘅會場嗰度咧，咪就係咁樣咯，令到佢樣衰啲有頭有面嘅人嚇，商人大商家有錢佬，最怕係咩咧？走出嚟話你陳世強包庇涉嫌強姦犯係嘛？大支嘢喺度開嗰啲咩教會嗰啲活動、商人團契，咁我哋就呼籲啲熱血信徒又係喺呢個會展啦，舊翼會展舊翼，即係嗰個消防局對面嗰個落車嗰個地方。我諗6點，6點正，兩晚都係6點啊！即係聽晚又係6點，西洋菜嗰個咩荷里活商場中心對出嗰度又係6點，星期日喺灣仔舊翼又係6點。OK，咁咧我諗其實而家指絲帶行動，我諗唯有嘅方法係盡量俾更多人知道，讓更多人知道佢哋嘅醜事。除咗俾人知道佢哋醜事之外，基本上我哋暫時冇咩方法可以做到啲乜嘢。但係如果大家喺呢個時間都唔挺身而出，即係見到件事綁住指絲帶，唔挺身而出，唔走出嚟嘅話，好老實講句，陳世強真係多謝你哋啊！真係。佢繼續冷處理係得。佢係冷處理一定得㗎，其實。點解佢唔告人咧？其實嗱，我琴日同個律師傾過偈，個律師話：如果我係陳世強，我走唔先就告嗰個時代論壇先。因為時代論壇不斷報導 XY 啊 K 啊嗰啲咁嘅強姦啊，又話陳世強包庇嗰個強姦犯啊，告埋我哋添啊應該。首先係告時代論壇，再出禁制令俾時代論壇。其實我唔係教精陳世強啊，佢嗰啲老屎忽一定諗到呢啲嘢啦，係咪先啦？咁但係點解佢唔告咧？咪冷處理咯，而家等你件事慢慢凋謝咯。老實講啦，即係嗰個報刊啊、報章啊或者傳媒都慢慢係唔太理呢件事㗎啦。所以我哋不斷要將件事件升級。但係老實講，我哋踩場拉 banner。繼續，我哋都係令到佢樣衰啫，即係。但係如果冇大家支持嘅話，其實我覺得意義不大咯。係，即係老實講，我哋10零20人熱血信徒去啦，係得個100人都冇，咁老實講，即係有咩作為咧？老實講，即係我哋覺得唔係靠我哋咯，要靠大家呢個時間回轉翻交翻個波俾大家，大家唔做嘢，大家放過陳世強嘅冇問題㗎，係。我哋都冇受傷害㗎，係 K 小姐最受傷嘅啫嘛。其實成件事，我哋出嚟，你估為咩啫？其實都係支持翻 K 小姐啫，都係。冇錯，嗱，陳世強點解咁惡咧？大家知道，就係因為咧，其實上個禮拜咧，我哋點解開過嗰個陳世強成個嗰個網絡啊，即係陳世最強網絡啊，嗰個官商教網。係啊，係嘛？呢個可以遲啲先講啦。不過有另外一單要講啊。風雨蘭7月7號賣旗。係。咁
點解無情情提風雨蘭咧？如果大家有跟進 K 小姐嘅事件咧，成個指師帶行動啊成咧，大家都會知道咧，其實而家 K 小姐咧，而家係邊個機構跟進輔導緊？唔通教會咩？風雨梗係唔係蘭啊，就係風雨蘭啦。啊！咁咧其實風雨蘭都幾特別，因為其實我本身都識佢總幹事黃秀容係，咁就佢哋風雨蘭其中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一站式服務。全面跟進受到性侵犯嘅受害人，一路去跟住佢，減少嗰個為佢哋即係帶嚟輔導啊，同埋將佢哋嘅痛苦減到最低咯。即係唔會嗰個人講完呢個俾聽，又講嚟講去，講好多次係啦，唔會重複呢個傷害啊，就唔使再重複咯，就一站式跟晒所有嘢。咁另外一樣嘢想提醒翻大家咧，其實而家目前香港嘅捐款咧，其實大約得1%咧係落喺婦女嘅工作身上嘅啫。哇！搞清楚啊！婦女工作咋，唔包婦女工作其中一部分先係性暴力受侵犯嘅婦女咋。所以換言之，性侵犯嘅婦女所得到嘅援助係少於1%，可能甚至乎係得1/1000都唔定嘅咋，只係得。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真係可以趁呢個機會支持下佢哋嘅行動。佢哋而家仲想要多500個義工幫佢哋手買旗。嗱，7月7號，如果大家嗰日有時間嘅，可以即係歡迎大家去加入。咁加入嘅方法可以點做啊？阿發 B， 我諗上去風雨蘭嘅網站係咪亦都係有呢一個嘅方法？可以啦，風雨蘭嘅網站啦。另外我諗我哋天外有天嘅專業稍後都會公佈翻點樣報名啦，好唔好？好啊，係咯，冇問題啊。咁我可唔可以講下陳世強嘅尋找陳世最強網絡？要講啦，可以。點解佢咁惡咧？你如果有跟開 K 小姐呢件事咧，陳世強咧早2日咧仲將佢一封信咧 send 去佢嘅網絡嗰度，官商教網絡啲教會啊嗰啲內容係啲咩？內容咧就公開晒㗎啦，呢啲唔係咩秘密嚟嘅，就係話阿 K 小姐咧其實係自己有問題嘅，咁咧佢要認罪悔改，先至可以再俾佢翻教會。大家啲教會要唔好俾佢翻嚟咁樣，幾衰咧？你睇下呢個點解佢咁強咧？呢一個網絡。我哋就要同大家跟進啦，喺呢一個天外有天，冇乜其他基督教交報啊，嗰啲時代論壇啦，DBC 都唔同你講 DBC 都唔會講呢啲嘢㗎啦，大班台都唔會講啦。雖然有啲咩基督教嗰啲咁嘅節目喺度啊，陳世強官商教係點樣合一嘅？我哋要逐條茂利同你刮佢出嚟。喂，上集講嗰啲㗎啦，上集講嗰啲㗎啦，係嘛？即係何志迪牧師啊、吳中文牧師啊、楊慶球博士啊、李炳光啊、PK Lee 牧師啊嗰啲揚晒出嚟㗎。我哋今日就刮到一條新友，邊個？其實咧，我哋咁樣刮呢啲人出嚟咧，唔係話想咩興風作浪啊、分裂教會啊，我哋係想點咧？我哋係想透過呢啲人咧，係勸啊陳世強啊。因為我哋唔係朋友嚟啊嘛，我哋同陳世強唔係朋友嚟啊嘛，我哋勸唔到佢噶嘛。陳世強唔會聽我電話噶，雖然我有陳世強嘅卡片，我可以打去佢個律師樓嗰度，但係佢係唔會聽我電話噶嘛，因為我唔係佢朋友啊嘛。而嗰啲何志迪牧師啊、吳中文牧師啊、李炳光牧師啊、嗰啲梁燕成博士啊、楊慶球博士冚唪唥同佢同台食飯噶嘛，就係佢阿陳世強嘅朋友，佢喺網絡入邊嘅人，你就可以勸阿陳世強弟兄咧，就帶埋佢嗰個嘅屬靈嘅兒子X 先生，X 先生，X 先生，即係涉嫌強姦人嗰個，就可以翻去台灣嗰度咧，就係接受公平、接受公開聆訊